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囝生了少，这学校是就无学生啦吼。咱讲即阵这大学生总数差不多是117万人，不过咧，这逐年哦，差不多会降到这个3万5至5万人哦。这大学总人数10当后可能只剩28万外人，到时阵可能只有这个6成这个学校会当活落来。不过咱讲到，因为囝生了少，致使着一寡这个体质无介好的私立学校，这个经营就出现问题了。咱讲已经过年啊吼，竟然有3成5个说的私立学校拨袂出这个过年这个奖金，嘛有4成3这个私立学校无法度比较着公立学校拨出1个半月这个奖金啦吼。咱讲私立学校教师哦，有的这个月级啦薪水，搁较是这个公立学校教师的一半尔。咱讲惊生了这问题，冲击到私立学校的财务。今日台湾新界台湾大代志，特别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讨论。这边咱邀请4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到高教工会理事蔡依玲。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是哦，伊同时阵嘛是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兼任教师。第二位咱邀请到实践大学的校长陈振贵。大家好。第三位咱要来邀请到南台科技大学在法所教授咱的罗成忠。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咱要来邀请到教育部主任秘书朱南贤。大家好，新年快乐。是哦，咱讲到要过年啊，应该是还真快乐，但是这个有的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教授是欢喜袂起来，安怎讲？因这个年奖金吼收袂到啦吼，因为这个私立学校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导致着咱讲哦，这个教授伫咧生存都有困难吼，这个年可能是歹过啦吼。首先，咱要来邀请到咱的这个蔡律师啦吼，同款你嘛是做着这个这个学校有做兼任啦吼，做兼任啥啊，都要世界来去走总。为什么袂晓度去引到一个专任的这个工课？哦，即马真侪大学吼，拄到的问题都是讲，学校内面吼，为着要减少成本，吼，就做 cost down 吼，所以大部分吼一寡兼任的老师吼，都为着要顾饭碗啦吼，只好四界吼，去走，嘿，着四界去。无共款的学校兼课吼，甚至是台北、台南、高雄安尼一直咧走总。是，所以这是这个私立学校一个结构性这个问题啦吼，就是讲我专任的聘无，啊唔影是这个聘无啦吼，可能是你讲的这个 cost down 的这个部分，成本爱监控伫咧啦吼，所以我就请这个兼任的这老师，我唔免受到这个教师法的这个部分啦吼，去甲监控，另外咧。这个劳基法嘛无法度去甲保障掉啦吼，所以这嘛是这个私立学校结构性这个问题之一啦吼。是，像即几日啊吼，有一寡阮伫咧工会时阵接到一寡老师的电话吼，因可能到今嘛为止才知影讲啊，原来吼年底奖金吼都无。学校就无要发啦，那像这种问题咧，其实吼陆续吼，拢有一寡教师会员吼，甲阮反映，甲阮讲吼，甚至是更加正经吼嘛，有一寡私立的学校吼，主要吼就是甲阮讲即摆是要安怎吼？学校竟然甲阮讲吼，减迄个薪水吼，爱月级爱减吼，爱被拍折，要打折吼。那因为大学老师的薪水的结构吼，主要有2部分吼，一部分是本俸吼，另外一部分是研究费吼。伫这几年当中吼，有真侪私立大学的教师的会员吼，甲阮讲学校要求吼研究费拍折吼，从8折吼8折9折吼有吼，甚至是到5折吼。我是感觉讲，这个问题其实吼伫今麦已经是愈来愈严重吼，所以阮嘛是甲阮的会员吼主张讲，其实咱袂当吼，互学校无发这部分的薪水，咱甘愿咯学校欠薪吼，薪水欠的，你以后要害我吼，用这种学校吼无薪水没有下来，但是学校安怎我
册薪假，但是学校薪水我想互学校欠者啊吼，所以吼这落尾吼落尾唱吼到学校真正吼若是较无理想吼要清算还是结算的时阵吼，咱大家才来论啦。所以第一是高教工会认为吼，咱袂当学学校吼凊彩吼靠薪水吼。第二部分是讲吼有一寡工会会员吼，甲我反映讲，哦，这代志吼，毋若是安尼吼，学校要甲咱扣薪水，甚至是甲后学期的聘书吼做伙来，安怎讲？就是会员吼收到一个信封啦吼，一个是后学期的聘书，但是一个是要求你吼签有做同意书，同意下学期的研究费要减少。哇！其实吼教育部曾经公布过哦吼，他们公布过袂使安尼吼，也就是讲学校袂当用这种减少薪水来作为吼老师续聘吼继续聘的条件吼，所以这两项代志其实教育部吼是要求爱分开的吼，也就是讲吼，其实吼学校有一寡作为吼，其实是无按照规定来吼，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吼，无按照正常的定数来，所以阮高教工会伫这部分嘛是主张讲，若是有这种情形吼，请咱会员老师毋通伤惊吓吼，就是咱聘书照收照签，但是同意书千万毋通签落吼。任何的老师吼，若是一个年底吼年关吼要到吼，若是感觉讲学校有一寡规定，那参就足奇怪吼。阮当然吼嘛是。呼吁说吼，老师头一项代志是，请你先打电话哦，工会吼，先来工会吼，啊，甲咱讲你的状况是安怎吼？其实，学校资方吼要安怎做吼？其实大家拢爱照法律来吼。所以过去咧不管是教师法吼，还是落尾的教师薪资待遇条例吼，其实。明文规定的部分有真侪吼，所以在这部分的工会会当协助吼，帮助咱的老师吼，跟学校吼做沟通。有影啦吼，就是讲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讲就是欠这个月给这个问题啦吼，就是讲我甘愿互你欠，但是我绝对袂当互你拍这去。因为你若是签开始，你就互伊拍做去，你就是你的这个部分就是哪来哪减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就是讲，若是学校，就是用你的聘书要甲你来这个要挟啦吼，要互你签落。啊，你若大部在，可能一步落，你的这个部分就一直减落去啊。咱都要带大家先来看讲吼，这个大学受到这个囝生了少啦吼，啊，这个私立学校这个结构性这个问题，导致着这个教师啦吼，因伫这个月级，毋拿这个减掉这个公立学校的一半，啊有的是这个年奖金哦发袂出来，咱先来看这个部分。少子化影响学校收入，中校大私立大学为着要减薪开销，降低教师薪水，甚至有人互减少4成。一般来讲，公立大学教授薪水大约有10万块，副教授8万，助理教授7万。根据教育部统计，有侪间私校教授平均薪水干那5万外块，助理教授甚至无到4万块，干那公立学校教师的一半。少子化了后呢，致使咱私立学校的招生愈来愈歹。财务愈来愈困难，只好减少着教育的投资，这个教育品质受到影响会愈来愈歹，甚至爱去督老师的这个薪水剩到5成，有的嘛无要发年终奖金。为着要解决少子化对私校带来的冲击，教育部提出私立大专校院转型甲退场条例草案。不过，高教工会是认为，互伫要停办的私校3年转型期，除了无法度解决私校经营无好的问题以外，佫较有可能替无想要经营教育的私校拍开牺牲师生权益的后门。教育部必须让这样的一个后门不再是成为一个学校可以把学校办到倒，然后透过去转型成其他的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后门堵起来，那我觉得才有可能追根究底去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少子化问题，学校减班影响招生，致使私校教授薪水嘛对咧减少。根据教育部统计，新竹县大华科技大学教授薪水有52000块，副教授是43000块，平均薪水是全台私立大学上低。另外，嘉义市台东技术学院教授平均薪水为107年的95000块，减到108年的
57000块。高雄市东方设计大学教授嘛为94000块拉到要56000块，然后台牛得要比中小学教师薪水低。台湾出生率全球排上尾名，未来学校因为招生不足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嘛会豆豆啊出现。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教授的薪水，咱头头看这个数立的这个台华科技大学教授5万字，然后相信伫遮也真正有诶比这个中学生的这个教授吼，也搁较少啦吼。就是讲到底伊过去这个栽培的成本一定唔拿食啦吼，但是伊即马摕到这个薪水，所以因遮的这个年度啦嘛歹过，但是因要安怎去教学生啊？私立学校佫呈现什么款的这问题？咱先带大家来看讲，私立学校是经营这个无好的这个状况啦吼。咱看到这个教授这个薪水哦，互减少。咱看到这个嘉义大同技术学院哦，这个平均的这个薪水哦，本地是有这个95000啦吼，啊落降到这个57000，啊这个高雄东方设计大学本地也有94000啊，即阵嘛是落甲剩这个56000。另外咧，这个过年这个奖金发袂出来，有这个统计啦吼，是54间这个私立学校内底有19间这个学校，大概是3/5无拨这个年终的这个奖金啦吼，啊23间学校有这个差不多4/3发袂出来这个1.5个月啦吼。另外咧，咱看到这个剩6间学校有甲这个公立学校的水准，啊6间学校的这个状况是较无明确的。另外咧，嘛有这个其他的科技大学哦，讲教师你就要依照你的这个层级啦吼，逐个月就要出1600到这个3600啦吼，作为招生，也是讲做这个毕业这个校友联络的这个部分啦吼，啊，佫有去有的这个教授哦，佫已经捐出5万块啦吼。啊，教育部已经去学校来做一寡查核啦吼，虽然讲咱讲到这个私立学校经营较无乐观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嘛是有这个私立学校经营了袂歹啊。咱过来邀请到咱的陈校长啦吼，咱讲校长你这个办学这经验真正侪，咱讲你有伫这个台中有2间学校，这个岭东这个技术学院啦吼，岭东是啊，岭东的时阵，尤其是这个技术学院变做是科技大学，对，正义嘛是一寡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大学，啊，咱实践。嘛是有真出发的这个，亲像是设计学院啦吼，啊，这服装这个表现拢袂歹。咱先讲到这个岭东这个部分啦吼，尤其咱讲技术学院甲这个科技大学，其实伊要做的，若是讲一个专大学，还是专综合性的这个大学，甲过去咱技术学院讨论就是实做这个部分较实在啦吼。但是因为改制了大学以后啦吼，侪问题拢出现，你安怎看咧？无毋对，伫这个教育改革吼，这个运动是差不多26年前嘛，吼迄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讲广设高中大学，有影，所以迄个当时开始，大学愈来愈设，全科拢改做学院，科技大学。是阮原来伫迄个时阵吼，由这个技术学院改做科技大学。是，那唯一的不同会当看出来，就是技术学院还是专科的时阵。较强调学生的做，技术的操练。是。那较大学的时阵，科技大学，当然你是大学，所以老师就爱做研究。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为着爱维持这个老师的这个助理教授，有一个一定的比例。迄阵要改大学，科技大学爱44%，其实大部分拢54%、60%以上。伫我离开岭东的时阵，本来2%，到尾变做82%哦。岭东真体质是袂歹哦。但是安尼，毋是我这毋是干讲岭东，其他的学校共款。因为改做科技大学，所以要强调产学合作，是学术的研究。所以呢，要请真侪博士。其实80%可能是8、90个博士，大部分拢无真正的这个伫这个。产业界的经验，所以即卖问题是伫遮。这个产业界，尤其咱讲这个技术学院啦吼，要改做是这个科技大学。过去咱拢讲这个实作爱真强啦吼，但是尾啊，拢是这个请的博士，因过去甲产业界这个直接真正是太少啦吼，所以地书这个学校啦，有诶拢变拢共款啦吼，拍袂出因这个特色的这个部分，啊，要安怎去改善呢？所以咱讲即阵有。一寡这个学校爱去退场啊。对啦。其实吼，我有2点看法吼。第一就是讲，
教授的减薪吼，讲起来是绝对无合理啦。拄则咧讲这个教育改革这个运动吼，其实是迄当时教育部嘛是推手啊。是。那不管大一个政党来执政，我认为吼，这个责任拢爱由国家来承担啦。是。袂使甲这个后果吼由老师来承担吼。所以我第二个看法就是讲吼，这个博士吼找无头路，是，也是讲去大学、技术学院、科技大学，用专案教师来聘请，甲伊减薪水、拍折，年终奖金无法或是拍折，我认为这种对咱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危机啦。是，为安怎讲呢？就是讲安尼逼着咱遮的老师出走，出走去倒位呢？西进去大陆嘛。是。按在大陆最近一个官方的统计讲，真伫台湾的伫大陆的台湾一个老师有1600个。其中呢有74个是合做千人计划的学者。是。伊这个普通的老师的薪水高低不一啦，咱莫讲。这个千人计划的老师呢，伊的年薪200万人民票这无人公布我伫遮做一个公布。这个200万人民票，等于讲就代表860万。是。扣掉20%的这个税金，嘛还有690万，将近700万。等于讲一个月平均一个老师收60万哦。这咱听落实在算讲真心酸，嘛会流嘴烂啦。是。实在讲起来是咱国家一个足重大的一个损失嘛是一个危机啦。是。这个问题实在是有需要大家做伙来研究、来面对、来解决。有影啦都是讲咱这济啦，因为这个私立学校这个经营无落去地书亲像咱拄则讲蔡律师嘛。就安尼爱去减课，有的人是袂堪你因为这个大陆也是讲中国有这个计划这个博士，也是讲这个教授已经西进去这个中国去啊地书这嘛是咱这个国家的这个损失啦。尤其咱讲国家甲你栽培遐久，嘛毋是讲栽培啦咱教育部嘛是有这个资源伫你甲啲学生嘛愿意读，但是为什么咱台湾的这市场是经袂起来？地书这个私立学校爱去找就这个门路啦亲像讲。这个囝生了少，兼任老师，咱兼任老师家先请起来，但是咱学校爱搁去因应啥？有诶讲，这个日间部诶囝虽然生了少，是减班，但是夜间部是强上滚。是，就是其实咱即马会常常讲，囡仔生了少少子化啦但是呢，我想像咱校长也是咱那个教育部应该拢会当了解，就是讲，其实伫阮南部私立大学技术大学其实阮透早为8点就开始排课，一直排到暗时9点50分，为什么呢？因为真侪学校为了因应招生的问题其实日间部嘛有所谓的夜间部今嘛做进修部嘛有佫有假日班拜六甲礼拜佫上课有时佫会当甲企业合作就是讲可比如讲一礼拜经2天来上课其他的时间去公司上班，所以其实对阮来讲，阮遮老师来讲教育部顶悬的数字也就是生师比其实无法度。这个比例无法度反映着阮工作的压力，为虾米呢？其实阮面对的学生是愈来愈侪好比如讲，以前一个班40-50个学生，但是即马有真侪老师拢开大班课什么叫大班课？80个、70个，甚至是100个啦所以像这种代志，其实拢无法度反映着伫咧教育部的施政顶悬虽然教育部一直甲阮讲小组化，所以咱爱因应，但是学校实际上教入来的学生是愈来愈侪我嘛是有教过夜间部的学生妈妈来上课好不容易等到因查某囝安怎上大一嘛上大一，做伙上课。对，像这种代志其实伫咧南部是真平常的代志毋是少见是。所以我想讲，像这种部分根本嘛毋是教育部即马会当看到的甚至是安怎呢？其实一个学校要出问题其实有真侪
迹象啦吼，伊其实有一寡现象都会透露出来吼。好比如讲像阮屏东上有名的吼永达学院吼，其实永达学院虽然吼因为咱已经足惯势按台北看规台湾啦吼，但是其实吼，像这种屏东的学校吼，对地方的贡献真大吼。为什么？伊以前修理飞机吼，迄个科系真有名，啊，会当学咱南部的子弟吼，在地就学吼，就安尼吼，不只是生活费啦吼，你要去租厝，啥物的钱拢会当省起来吼。所以其实这伫咧南部吼，离咱较近的大学吼，尤其是技术那个有技术吼，可以学有专长的学校，是很受欢迎的啦吼。那可是吼，阮感觉拢足奇怪的是讲，但是教育部吼一直吼，一个迄个学校吼，老师开始减少薪水的时阵吼，其实都有这种迹象。工会这边吼嘛，甲学校吼，各个学校吼，3番2次吼。基本上大概拢在开记者会吼，所以其实教育部是应该拢知影吼。但是咧，长久以来吼，阮觉讲是安怎教育部哪亲像吼无作为吼。上落尾是安怎咧吼？就好比讲去年上有名的南农科大的咧啦吼，这个学校根本阁有学生啊吼，根本学生又阁是学生的家长吼，拢来开会的时阵拢。真强调讲，阮的子弟想要伫咧在地吼读大学吼，阮好读大学，未来吼找一个好头路吼。但是教育部做法是啥物咧？甲恁讲吼，这个学校无法度啊啦吼，恁即马赶紧吼要转的转啦吼，要找新的学校，教育部会当帮助你吼。这对阮来讲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吼。所以阮认为这种吼少子化吼。教育部一寡政策的顶管吼，实在是吼有欠缺的所在啦。咱先请主任秘书啦吼，咱讲到亲像这个私校退场的这个状况，头拄仔这个蔡律师嘛有讲到吼，亲像这个应答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过去屏东这个在地爱挖靠伊吼，修理这个飞行机的这个人才，拢是这间学校来去产生啊吼栽培啦吼，另外嘛讲到这个南营科大啦吼，我相信迄当阵这个新闻嘛查较真济啦吼，就是讲咱讲这个私立学校这个退场这个状况啦吼，即阵进行到安那？我先讲一个代志是讲，除了讲咱这个教授的薪水这吼，即摆目前来讲，咱的差咧大约差160间啦吼，内底私立差不多110间啦吼，公立差不多是50间，50间吼，95%的薪水吼，以及咱这个大专这个资讯的迄个公开的这个平台吼，是拢差不多啦。但咱讲那个南农啦，几个迄是真少数。因为哪呢？老师嘛是咧拼啦，校迄私立学校真侪嘛是咧拼。伊只地位讲伊财务就差呀，无只讲伊迄个大家讲的状况是真少啦，但即摆已经发生啊啦。依照这个咱这个教师的财务条例来讲吼，伊个本俸袂使减。但你的迄个学术加级吼，这爱用迄个咱的教师的聘约吼。去讲，我嘛真赞成咱头拄仔迄个蔡老师讲的，是讲你袂使安尼暗藏干吼，我聘书下你，你这聘约嘛爱签名。这据教育部来讲，阮嘛是感觉这是袂使安尼做，爱甲要挟啦吼。即摆就是讲，这情形发生了，咱教育部有3个步骤咧做。第二是咧预警阶段。你这落去以后吼，你的教学品质。你的各方面的迄个表现吼，会财务会越来越差。是。这样阵第二件就是咱有一个专案辅导小组吼，这陈校长真了解，落去啊。是讲你的学生的迄个修课状况吼，你用远距教学偌济病，你家己教的是偌济，夜间播讲偌济，这总拢会去检查出来。是。最后讲，佫无法度，阮会去。加3个月叫伊改善，无法度了，咱就有一个敢讲迄个列入专辅的学校，专门来辅导学校，是这有3个阶段啦。这种物件讲实在话，学生囡仔的管理是第一重要。第二讲咱老师
老师像大家就讲，老师伊个教书法，伊只教书台无条理，伊其实应该差不多啦。是。啊，即摆是讲大家都少子化啥吼，学生来减少啊。这方面呢，教育部讲实在话，我嘛是真拼，安怎呢？学生囡仔学贷，尽量去贷，尽量较完严。啊，私立大学要去宿舍，今年开始补助私立大学去宿舍，你会知问校长？是。就是讲顶摆迄个私立学校啊，无咧补助宿舍的，即摆嘛开始也补，是安尼，咱就要将这个老师啊，先啊，会使顾掉啦。哦，像即摆像大家讲哟，咱你个蔡老师讲这个问题哦，阮教育部去注意这个。这种种就是已经红灯啊啦，黄灯啊啦。这已经会出问题了。其实有其他这个案例，好的私立大学吼，像这这咱台湾实践，其实做啊真有特色。有影啦吼，这有特色。就是讲这个头前班呢，抑阁表现了袂歹，但是这个后壁抑阁爱拍拼一丝啊吼。尤其咱讲，毋若这个囝生了少，囝生了少以后有出现足侪问题，亲像。毋若是讲即个日间部夜间部的人变济，有甚至还阁去甲个企业去遐上课嘛有啦吼，即个侪情况，咱要继续来邀请到咱的即个罗教授啦吼，咱讲是即个南大是即个较前段班的啦吼，就是讲咱是私立学校人数是排第9名的啦吼，尤其咱嘛是过去嘛是即个技术学院来改制做即个科技大学即个部分啦吼，安怎去维持即个教学即个品质的？我想吼是一个是阮。学校今年拄好50档，是，那50档吼，其实每一个学校拢有伊的背景，阮的学校的背景就是阮第一届董事长叫名叫做53年，是，53年迄个伊的规个精神，就是为日本时代来说，我要开一个学校吼，我是要创啥？其实呢，迄就是我要在地，我要甲企业结合，然后呢，像阮第一届的毕业典礼，阮是伫工厂内底，工厂内底呢，阮就强调一件代志，就是说你爱。这是你的工课所在，所以你也甲它撮较清清气气。是。然后呢，所以像日本的咱的伫工厂内底嘛讲这嘛，所以到今仔日为止吼，阮的学校，其实阮的特色足侪啦。吼，阮的有阮学校较高正的老师，较高正的老师就讲阮的教育部的补助偌济啦，阮的 rank 偌悬啦。但是对我来讲吼，我感觉迄毋是重点。我上的重点是，阮的学生出去吼，企业家爱用，是安怎爱用呢？就是说，即个学生伊画会行，毋是迄款眼高手低的人，就是说他连安怎讲，便所会去扫，然后呢，你家己晓扫地，我讲即款，所以阮的教室吼拢足整齐，是安怎整齐？说如果你今仔日甲教室用垃圾去吼，最后迄个承担结果的都是你家己嘛。所以说因为说学长学姐都安尼传落去，所以对阮来讲的话，我这就是阮的精神。这个毋是任何的投资啦，什么设备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精神的问题嘛。所以说对我来讲的话，我伫南大今年第6档，我看到就是说，阮的学生真正是有迄个能够弯腰的能力。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说，阮嘛算一个，即马其实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拢在地化。是。所以阮的收的学生哦，你讲要收到什么台北啦、较远的所在吼，其实较难啦，都是在地的学校嘛。是。在地的学校就读到迄个校长嘛讲，咱在地就学嘛。在地就学其实这个工课就最重要的嘛。特别是像阮南部吼，阮南部科技大学内底吼，私立科技大学，敢若阮台南，敢若阮一间。是。台南因为。过来就成大嘛，成大是普通大学嘛，科大都是南大嘛，南大了，但係足濟科大，但是無公立嘅，所以無公立嘅狀況之下的話呢，阮其實都有一個最重要嘅任務，就是說，阮要甲一地接起來，佫一地是吼，你的特色吼，嘛要甲在地結合，是安怎？你說咱講六都內底吼，台南的特色是啥？台南的特色，第一個是六都內底人上少嘅，但是第二個呢，阮是古都。所以說，阮全台所學狀況之下，像阮本來是工科，工科了慢慢啊發展為設計學院，設計就慢慢啊結合在地，說我要安怎甲阮台南的文化的特色融入到阮的教學內底去。所以慢慢吼，其實你的特色吼，唔是教育部伫台北要安怎教阮，迄免阮家己會曉摸索，摸索吼都是兩個結果嘛。
如果我摸索的好的话，我就生存；那摸索的歹的话，我就落。啊，这就是市场法则嘛。那我讲一个例吼，就是说，其实即马全台湾，咱头拄我讲160间学校吼，伊的状况敢若是一个山共款。啊，即马大家知影咱地球暖化，地球暖化呢，水会淹起来。啊，水会淹起来呢，共款就是说，慢慢啊淹到上后吼，其实讲到一个较事实是吼，足侪学校吼，你摆较可能较偏远地区，还是啥物人较少，还是说，不管你再安怎，你搁做啥物代志，你都会互水淹着。是，迄无法度啊。啊，趋势就是安尼，少子化即马12万人在学大学生内底吼，有4万人伫公立，8万人伫私立。吼，啊，即个12万会慢慢咧减少无？会。啊，但是这12万慢慢减少的同时，吼，迄公立学校的4万人会减少吗？较袂哦。吼，即便是并校吼，比如说3间学校变1间学校，但是伊的学生会减少吗？较袂哦，较袂哦。所以讲吼，这较残酷的就是说，不管你后壁吼，你 ranking 较后壁人较少，搁安怎拍拼吼？事实就变安尼啊！啊，事实就变安尼，我安尼嘛毋是歹代志啦。所以说，咱规个市场吼，慢慢啊去整并了后，吼，咱就讲较一个较是说，真正你体质无好的吼，你要安怎救拢毋对。而且咱即摆讲一个吼，你要救，想要救，你摕教育部，你叫教育部出来，但是教育部的钱是谁的钱？是我的钱啊，是纳税人的钱啊。啊，是安怎我爱摕纳税人的钱去救体质无好的？安尼唔对吧？应该是倒过来说，今仔日你真正体质好，你伫地方啊，你真正是你咧稳健办学的话，你的资源要囥在遮才对啊。系啊，所以说这甲咱一般的社会救济无共啊。是。系啊，应该是倒过来才对啊。所以说，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就是说，我有结论就是第一个趋势不可逆啦，这无法度啊啦。啊，无法度的情况之下，你要为未来整个环境更较维持更较稳定的话，你要安怎处理才对啊？是，嘿，所以这个趋势是无法度去等。所以蔡老师讲迄个南梁的学生嘛，其实伊这学期就有一部分走来阮家嘛。啊，走来阮家，咱讲这挂的学生会不会受到更好的对待？我相信我南台袂输南梁啦。所以说，嘿，所以我。嘿，OK， 所以因过来，我感觉说我的服务当然，因要坐迄个火车吼，爱过坐3-4站啦，为啥伊迄个新营过来1点啊？但是我嘛是火车头边啊嘛，哦，所以说较长1点啊啦，但是嘛无介长嘛，哦，规3-4站就尔嘛，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结果嘛毋是歹代志啦。啊，咱讲其实过去这个公式大学啦吼，是一个大问题啦吼，啊，这个科技大学敢有法度？个，若是讲退场，有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就是讲降登去技术学院，安尼敢有可能？这嘛是有咧讨论啦，这嘛有咧讨论啦，有咧变到2专啦，这嘛有咧讨论啦。啊，总是讲咱的学吼，嘛是爱变出特色出来啦。是，像啊，这个南台科技大学吼，因为太阳能车啊，做啊这个轻胖胖，个这个项目就好，还是囡仔做的。啊，咱实践的迄个设计学院，哇，我也去然后一摆吼，那看一个阿斗啊，我那学一个阿斗啊，伊讲啊，这就是国际化，所以学生囡仔吼为国际来，是，伊1000几个学生囡仔是外国人，就是讲这个大学家己要有特色啦，伊吸引咧这个外国人来读册，是，啊，这嘛是，所以讲这。咱的这个对好的学校的奖补助款咯，是有正差啲啦。啊，咱就讲到这个科技大学要降等于技术学院，就是恢复较早吼，这个实做的这部分，学术的部分你嘛是会使继续，但是恢复较早较小共这个部分，可能嘛是一个考虑的这个方向吼。是啊，咱头拄仔这里讲到这个南台科技大学咯，其实讲有的人是发不出薪水，但是咱这个南台遮较无共款，是佫有阮的一个特色是。较歹势讲就是，因为迄是为日本时代来，就是尊重老师，所以阮过年的时阵学校都搞行礼，是，啊，都是互你过年，所以我有咧饼干啦，啥安尼登去食，不要啦。所以最近有一个报道讲说，老师要摕迄个礼物登去就痛苦的，其实因为你学倒摆无法度，我都摕遐济啊，啊，但是这毋是啥物大代志，但是重点是你学校的经营，就是你爱有特色，有个结合在地，还有你的本心呐，吼啊，其实阮学校搁较头前就是台南帮的规个传统嘛，啊，台南帮你做生意都是3好1公道嘛，是，啊，3好1公道，你想到说，你看你品质好、信用好、服务好、价和公道嘛，啊，你
因为做生意的道理，放到经营学校嘛是同款的道理啊。嘿啊，有影啦吼。但是这是这个好的例，啊嘛有咱头拄嘛讲着吼，就是要叫这个教师家己捐钱吼，这嘛是有这个现象啦吼。所以咱要带大家来看，因为这个囝生了少，啊这个私立大学连带受到影响啦吼。啊这个全国私校工会嘛表示讲有私立学校为着要招学生用帮助这个弱势，这个做理由啦吼，爱老师家己去装钱啦吼，协助来招生。咱先来看这个报道。位伫台南的私立昆山科大办学风评真好，顶月底却有电子工程系老师向全国私校工会投诉，希望爱老师每个月以一部捐款1500到3000作为招生、毕业校友联络甲支援工程进程的定额费用。当然不会明文说强迫嘛，但是劳资双方本来权利就不对等啊，所以如果老师不配合的话，可能会被不利对待嘛。私校工会指出，老师惊被不利对待，大部分被动配合捐款，也毋过好好回应。昆山有1/10的弱势学生，无强制老师捐款，是会议提案甲简讯用字无正确，加3线误解。当做招生的广告啦。那弱智的学生你来了，你真的没有钱你也没关系，我至少让你生活费每个月至少补贴你，不多，可是至少有3000块，让你至少还可以多少补贴一点这样子的。昆山电子系以捐款帮助弱势学生作为招生宣传。台南科大应用英语系顶日也决议老师增加成立公基金，以利收到更较优秀的学生。也毋过，系上一位老师无愿意向工会投诉，互人议论。讲白一点呢，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们表达说他们很想念大学，可是他们没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系上的老师他们才会说，那不然的话，我们这一个多给你一点奖学金。为了这一件事情，他们系是绝对不能再收公积金。李校长指出，已经要求各系108学年度开始，就算老师主管也袂当个收钱。教育部指出，若讲有学校被查到违法扣减，将补助甲招生名额，工会是建议教育部直接发函提醒，佫可以当避免不劳而关。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针对这款的这个情形吼，教育部嘛是讲会去做一寡这个查核啦吼。啊，另外这个部分嘛是显示着讲，这个经营可能嘛是有困难，啊有一寡学生真正是要读的这个部分啦吼。啊，颠倒是这个老师爱回过头去甲帮站面啦，但是照着这款的这个帮站的这个名义哦，啊有的这个老师可能嘛是有压力存在啦吼。是，就是像这种状况吼，讲真正啦吼，实在是真无正常啊吼。但是其实吼，阮以前伫咧看吼英达学院的例子的时阵吼，伊毋是捐钱哦吼，就是其实因伫咧真久之前吼，阮高教工会是伫咧2012年开始成立吼，阮伫咧2013年的时阵，其实就甲英达学院的老师吼做阵开记者会讲这个学校吼内部吼发薪水吼无介正常，啊，请教育部安怎爱介入吼，爱来调查吼啊。遐个老师甚至是安怎咧？伫咧学校吼停止招生了后，因为学生阁有伫个嘛吼。老师做啥物代志咧？老师停止招生了后，学生阁伫个，甚至家己去买单枪投影机吼，继续教册。为虾米咧？因为学生伫个啊，学生甲学生的权益袂使有损失啦吼。啊，老师安怎？老师看到学生就感觉讲，阮的天职吼，就是爱教册吼。所以像以前吼，永达学院的状况就是安尼啦吼。迄老师教到安怎？上落尾一个学生离开吼，才来离开。但是英达吼，就是其实会当请问着咱即个请教着咱即个教育部吼，讲英达即马敢顺利已经退场啊嘛？其实无哦吼，为虾米无？这嘛是足奇怪的代志啦吼。啊，无退场无要紧吼，老师安怎按以前的资遣费吼，搁欠老师的薪水吼，其实吼老师拢无摕到啦吼。我是感觉讲吼，像即种代志吼，按2012年、2013年，即马都已经离2020年，嘿，已经时间是介久啊吼。所以高教工会伫咧过去呢，甚至是帮助老师吼，用法律吼拍官司的方法吼，要求吼返还薪水吼，也是讲吼安怎讲，咱就是去。法院处理讲，这个当事费当事吼，敢是会当安尼做吼。所以吼，像这种代志，其实应该是教育部爱做吼，教育部无作为吼。
所以吼，甚至是连累着老师吼，老师吼甲工会都爱做这款做这的代志吼，其实无必要嘛吼。嘿，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真侪老师啦吼，因为受到这个私立学校这个结构性这个问题，啊，地师会面对着这款的这个问题啦吼。对于咱来看讲，这个私立学校这个退场这个状况是啥物？头拄啊，这个咱高理事嘛有讲着吼，这英达这个技术学院，其实伊这个部分可能是还未完全退场完全啦吼。啊，另外咱要来看讲，其实咱这个教育部嘛设一个这个退场的这个基金啦，有50亿吼，啊，已经有这个25亿入校啊吼，但是即阵用的差不多是3000万啦吼，是，但是讲会当处理到这个教师欠薪水的这问题，还是讲学生转学这个问题啦吼，但是也阁有25亿，因为即阵这个新国会阁要开始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爱等待这个新国会再来处理啦吼。啊，另外啊，这咱就讲到这个高美医专吼，亚太创意技术学院这个学生转学，拢有用到这个退场基金啦吼，但是也阁有侪学校等待着爱这个退场啦吼，所以这个基金真正是这个新国会马上都爱来处理啊吼。另外，咱看到这个这个注册啦吼，无够额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这108年哦年度，咱看到这个大专校院哦新生这个专校注册这个效率啦吼，差不多是6校，亲像这个首府大学、长江、个台北基督、河村。台东技术学院甲圣约翰哦，拢无达到6成啦。啊，最近2档咧无达标的这个校院哦，啊，经过教育部认定的这个专案辅导，爱改善的计划哦，啊，看伊这个成绩的清单哦，停止部分，还是讲全部这个补助啦吼，也是班级的这个招生啦。咱先讲继续请这个主秘啦吼，咱讲到这个退场这个基金，3000万，现在用到3000万尔，啊，佫有这个年度，即摆的铺排是啥物咧？即嘛主要是讲，达到主持人讲，咱这个私立大专学院的这个转型甲这个退场的条例，是，啊，就1808年4月送立法院甲即嘛，内底一寡物件无处理啦，是，啊，无处理了，你即嘛基金的用法的所在就真少，啊，讲啊，老师这学生囡仔转去即间学校了，学生囡仔卡即间学校伊的学生少啊。是，学生少啊，要接的学校的成本较悬啦，所以教部咧补伊即块，是，还是讲伊转咧即个学校了，然像迄个罗老师讲的，火车加行4站咯，车马费哦，要补助因啦啊，所以这讲起来是较小规模啦。啊，即马立法院就讲，啊，你这条例无通过，你即马这50亿哦，先用20亿下哩啦。是，啊，即摆咱就拄啊新国会哦，2月要产生吼。啊嘛，望讲咱这个转型条例吼，会使因为咱的届期不连续啊，推转来嘛。是。所以推转来了后，会过来甲咱这个专家吼，就是讲达到像这个蔡老师啊、陈校讲这状况啊，状况是安怎？这个条例无法度过。是。啊，怎么变这么新的情势了？他们要来定这个条例哦，所以这部分教部嘛真急啦。有影。就是讲吼啊，顶摆。推转来以后，啊，佮经过送过，送过了嘛，经过一个公听啊、咨询意见了后，啊，送较切合需要的条例哦，啊，紧来送议会，议会了再佮送立法院，是啊，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定数要搁来行吼，咱先搁请教校长啦吼，就是讲这个这个因为你办下这个经验嘛真济，这个部分咱安怎看这个私校退场这个机制啦，还有讲这个钱要安怎运用。这点我认为真重要。其实啊，拄则主秘有讲过吼，这个条例其实是伫2017年的11月，是这个伫行政院就通过这个草案，但是呢一直停伫这个立法院，所以我希望讲即嘛新的国会已经2月份开始产生啊，是毋是赶紧咱的这个新的立法院。赶紧把这个草案可以通过，互咱这个私立大学的退场甲转型是有一个发言啦，有一个根据啦，这个足重要。啊，而且第二点就是讲，你本来编分年编50亿，结果因为无通过，所以你只有较紧，只有当用到3000几万，是，所以这个距离也足大个啦，争差真侪，争差真侪吼。第二点呢，就是我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讲吼，这个公立大学吼，是将来学生私立大学
的学生愈来愈少嘛，所以变做讲以比例来讲，公立的学生那达到这个差不多，这我家己个人来看吼，35%至50%的时阵吼，应当教育部吼爱启动这个公立甲私立大学吼，公布这个减少学生的这个机制啦，吼。公立嘛减，公立应当嘛是爱减，那无先变做讲咱私立，你偌好，你南大，你10件共款，到尾啊嘛拢会去饮水嘛，哦。过来就是讲，教育部应当爱组织一个跨部会一个专案小组吼，来协助这个大学的转型甲退场啦，吼。那咱拄则咧讲就是讲，我都参英达啦，即个其他南洋遮的吼，都已经退场啊，你才来甲救，已经拢想办啦。是毋是伫还未退场之前，伫你这疫情期的时阵吼，对这个学校的老师的薪水，咱就有法度有一个机制，直接来甲补助。这老师较重要，因为我拄则讲到，这老师1500都袂当减，对，1500拢袂使减，不管伊的本项吼还是研究费拢袂使减。因为这个老师呢，拢大部分拢博士，要养成一个博士，你看偌困难，真正无简单。这个老师是要教育咱的学生的，家己老师都有问题，薪水都无够，要安怎有心通啊来教学生？所以伊就无法度有专心教学生，是毋是会造成就或者恶性的循环？这对咱国家实在是一种不利。有影啦吼，头拄仔咱这个有讲到这个条例啦吼，就是讲这个50亿即阵才开这个3000万啦吼，所以这个钱一定要真正要到位。这新的国会嘛要紧来讨论这块啦吼，尤其咱讲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进度，伫2017年这个行政院早就提出啦吼，啊立法院早就这个一读伫咧2017年12月初8时阵，立法院就一读啊吼。不过在2018年5月24号，教育文化委员会排审吼。较重啊，坑较重啦吼，就是爱等待新国会啊，因为这处理的代志真济啦吼，转型的时阵，这个教育部爱协助这个教职员来转职啊，这个薪水爱安怎拨啦吼，啊其他的这个债款爱安怎处理，拢是受到这个转型甲退场的这个条例吼，所以这钱真正爱紧拨落来吼。另外咱来看就讲，因为私立学校这个结构性的这问题啦吼，济学校拢去想空想芳，做出真济这个想讲我要安尼去开拓。这个新的这个资源啊，吼，到底真济这个问题产生啊，还是讲乱象产生？咱来看讲私立学校办学这个生财之道啦，争议的这个所在，咱看到有亲像这个假老学，也是讲是真正，互你去拍这个线工啦吼，无尽到辅导的责任，互外籍生违法来做工课啦吼，啊，甚至是剥削到因的这个劳动力。另外咧，咱讲因是降低因的学位取得的这个难度啦吼，提高到这个注册的这个比例啦吼，另外咧，因阁有这个降低这个校订啦吼，这个坎啦吼，和这个学订啊是这个学分班的学生会当取得甲这个入干部共款的这个学籍。另外咧，就是转型经营这个长期照护的这个机构吼，这嘛有这个卫福部收这个长期照顾服务机构会当设立这个稳准的也是管理的这个办法吼，高中以上私人这个法人会当伫这个组织中定哦。表明学校会当经营宗教这个机构吼，用学校的名义都来申请啦吼。这个部分，咱搁请这个教授有听过安尼这个情形无？其实头拄仔迄3点吼，第3点毋是歹代志，迄是一个转型吼。啊，头前迄2点吼，确实是问题。啊，头拄仔咱讲吼，110间的私立学校内底吼，当然有足侪问题，其实事实上搁较侪啦。有影。吼，头我讲一个数学问题就好吼。其实对咱私立学校内底吼，我毋知校长是安怎结果吼。阮学校1科内底吼，学费爱3/4。就是学生对阮来讲是最重要的，但是阮的学费无可能悬嘛，所以说人最重要。你无人的话，我私立学校就无法度。啊，但是即马。有趣味吼，伫公立学校内底吼，我就问一句：公立学校内底呢？请问你1科内底学费占偌济？足少的。啊，但是安怎？因为基本上其他的部分是税金，是公立的税金入去捧的嘛。教部的这个补助啦。都伊无可能，钱无可能天上掉下来啊！所以公立学校实际上的结构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你两个比起来，就是说吼，你今仔日要私立学校，就是安怎？
有较济私立学校会受看创即寡，因为基本上就是你的学费无法度嘛，你的学费无法度之下，因为是我唔知是几时安怎，我是差不多嘛，吼，差不多70%至70%，安尼30%。啊，公立要抽一半，嘿，一半。所以基本上你私立学校你无学费吼，你都差不多，你都知影你差不多啊啦。所以伊会去收，然后生命会找到出路嘛。私立学校嘛共款啊，但是当你学费你无的时阵的话，你只能够走那一条路，但是所以乱象迭生嘛，基本上都是变安尼啊。是，所以这个教育部这地安怎去查核咧？有掠到真济吧？我咧遮要讲一句，这个春头讲咱这个学新南向，新南向政策执行的国家就是讲来征打工啊，假求学啊。也是讲老师的论文啊，撒乱写啊，是讲学生囝论文撒乱迄落，教育部对这部分会愈打愈严。有影吼？这无迄落拍拉欠的空间，无拍拉欠空间啦。这是教师的品质，嘛是咱老师的天职啊。是。你压榨学生。去打工，这个学校就变学店了嘛。这唔是咱干教育部干办这个教育部这个目的嘛。而且讲私立学校嘛是真是咱人民纳税钱补助入去。是。你袂使压榨劳工去，所以这阮的新南向招收规则有专案办公室。像这一般咱这教学查核这些检举的这些吼，拢随落去看。是。下手会真重啊！就是讲你的奖补助款啦，还是你的招生名额，拢互你减少。是。因为你若讲评鉴歹吼，搁那边讲啊。所以讲这问题来讲，真歹势。一部的为了学生囡仔，为了老师吼，这会愈打愈严。有影吼。所以希望咱这学校吼，专心啊办下个。健康，是。咱讲这个乱象吼，亲像过去。有读工科的，然后去写这个牙齿啊，是写这个算命啊，吼，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伊这个无去管控吼，但是即阵咱嘛听到这个主任秘书有讲到吼，这教育部才会愈打愈硬啦吼，就是讲伫咧查核这个部分是无这个拍拉克的这个空间吼。另外，咱要来搁带大家看讲吼，这个囝生了少啦吼，咱头拄伫一开始就甲大家讲，即阵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总数差不多是117万人啦吼，咱看到这个。最近30档的这个出世的这个人口啦吼，就讲伫咧1997年的时阵已经落破是这个30万人吼，即阵是2009年是17万人啦吼，咱讲过去即阵总数是117万人，那是10档后，这个总数剩28万人。遮的这个高等教育是要何去何从啦吼，就是唔那敢若是退场的这个问题，拄则嘛讲到这个公立学校卖减少这个名额啦吼，公立学校减少名额，如何去甲变成一个是更较精英的这个学校栽培人才啦吼，同款伫咧私立学校即地嘛是爱配合好啦吼，咱继续先请教咱的校长啦吼，就是即地要安怎去掠伊的这个平衡。我认为吼。等于讲，咱一个鱼池啊，鱼啊都较少，都已经无鱼通掠啊。是，咱只有外口来补充啦。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吼，咱爱做就是讲爱加强咱的力度吼，去招国际学生。不管国际生、侨生，甚至大陆的学生，这目前经营是较歹那第二呢，就是咱这个其实。咱的学校是75%吼，这个经费费用拢挖靠咱学校的这个学费嘛，拄则教授有讲过，所以这个学费是毋是有一天会当较自由化一个吼？这嘛是阮这个私立学校的一个真大的希望啦。但是这到目前来讲是一个真复杂的问题。我安尼期待讲是毋是将来？教育部还是新的这个立法院吼，对这个部分，大家平心静气，大家来讨论一下。是，这因为这嘛是一个真重大的问题。学费这个自由化嘛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就讲到这个过去日本嘛这个学校甲学校并起来这个情形啦。咱台湾最近是这个，咱看到是公立学校有这个合起来这个情形，私立甲私立合起来会当减少即阵咱讲这个私立学校退场这个问题吗？咱请主任秘书好。私立学校怎么合并无这个案例
但是基本上是会使董事会两个去讲啊。哦即马较有困难是咱的公力甲私力，这主体无共哦，这较有困难。达到主席讲这咱这人口哦是减下这个部分吼，这个部分这涨勘是到2026年，以后就爬起来。是，就爬，因为即马才开始咧做这少子女化对策吼，咱今年下偌济钱呢？下迄个公共化吼，幼儿公共化下352亿。就是讲吼，1到0到6岁哦，国家一起养啊。先解决这个国安危机就对。即马不爱生啊，所以这个人到2026以后吼，渐人，所以人数吼，咱是2026是上低啦。是。搁来就起哩啊。所以，若是搁一个循环来，人搁变济，但是这个问题咧。当然，就是讲，即嘛是讲退场的部分咯，伊个教育品质歹啊，这搁招不学生啊，愈来恶性循环来讲，这个还退场啊。是啦吼。这个在退场中间，咱对咱老师的资遣、退职、退休的物件爱也补充。是啦，所以咱讲，这个退场条例吼，要紧来完成。是。私立学校讲起来是公共性嘛真紧。